咱即摆吼来到遮，看到后壁遮尔济画图的图啊，就知影讲吼，咱遮今仔日的主题就是甲咱即个建筑，还是讲即个土水有关系。啊，今仔日要来讲什么主题？呀，咱来去看，咱即摆这啥？阿峰西吼，要带咱看啥？阿峰西，聊到。咱先甲大家介绍一下讲吼，咱等下就是讲下来吼，要介绍讲，咱什么款的迄个较深色、较趣味的迄个咱土著的部分吼，互大家知影咧。念咪是今日来学校，来学校啊，咱今日抹一个叫算是灰泥，吼，灰泥咱抹伫壁用阮土水师傅的做法。啊，甲咱这个土壳浆抹伫壁，啊，互咱的水泥变是一个完成面，啊是一个水泥质感的物件。嘿。哦，咱咧吼阿峰西讲遮尔济，观众朋友敢有一个概念，还是讲有迄个画面？我相信一定是无的，因为我嘛无，无要紧。咱阿峰西吼，即摆会带咱来去看卖，迄到底是啥物款物件？呀。即摆吼，咱做伙来教室来听，来做伙上课，听看卖讲，咱即个骆驼，还是讲即个灰泥，吼，迄到底是啥物款物件？比如说我们要做正面墙，这个水泥壁啊，其实阮是做伫个油漆面，所以这个油漆面啊，只要是健康的，只要是健康的油漆面，伊无壁癌啊。等下，无健康的是拢食薰啉酒无？健康的就是身体无好。身体无好，就是伊的基础无好，伊的基础无好，伊可能油漆会崩擦袂掉，可能壁癌的漏水，这拢无适合做。啊，当然这面壁是健康的情形之下，就是算伊的基础啊，伊的油漆拢是真稳定。阮要做这面壁，阮就开始爱先做一个保护，所以阮会先搭这面壁的墙边，阮会搭贴布，搭一个保护纸、无皮纸去揪这个手边。这个动作就是互咱咧做这面壁的当下，这个土箱袂去污染到边仔的树。过来就是，当阮保护的这个工序做好了。阮就是用土壳浆，即个落灰泥浆，抹伫咧壁，经过土水师傅的抹刀，这是剃抹刀，大致的就是我们学生在抹砂浆的时候。然后有一支擦抹刀整瓶用，现在已经工地师傅大家普遍都拿这支黄色的，它是日本来的。这支刚来的时候来讲，那加热用，因为它能把软的砂浆 Q 掉。按我们传统的擦刮刀刮刀，所以以它来之后，台湾师傅就一直改，现在擦刮刀就比较少师傅在用。然后这支是四角水根，就是咱那 Q 2次粉光那样的，这个学生应该都知道。然后这支小的慢刀啊，跟这个有什么差别？就是刚性，都2块。装饰面材的这种慢刀，看到，所以说抹到细腻的砂浆的时候，它能会让吹油。它不往它北，甚至说慢刀痕，让 Q 把它走进来。那我们等一下就是用皮刮刀用。老师用你可以头发刮车吗？当然没有。OK， 来，那今天是最好的实战了。不要用太多哈，因为它毕竟还是嫩。土水师傅抹壁就是土棒甲抹刀。土棒甲抹刀。因为
咱甲土，咱今仔做水泥质感，咱甲土捧起来。师傅咧磨的时阵，就是靠咱磨刀的这个尖，这个头。嘿，平头的。这个平头，这是平头，这是尖头点，这是线。点甲线涂抹起嚟了，才是一个面。所以阮讲，阮抹好的这个水泥质感的完成面，就是爱经过咱抹师傅的抹刀，然后去完成面。我帮大家。好，安尼我就做一摆，互大家看卖者，有影？这敢若真好食呢。这一天照三顿食，平安健康大。来，即摆咱的水泥壁经过阮用这个叫四角锤刀，四角锤刀，咱伫即个线面抹去上面。你会看到咱的涂厂内底搁一寡细粒的塑料啊，但是因为材料足油的，经过阮第二届的磨，边擦了，画面就无去啊，迄个塑料就无去。普通阮的水泥质感咧磨啊，就是水泥灰加纹路，逐个人做的手路拢无共款，所以今日也方便，物件可能甲恁做物件会无共款。所以你会到我会拢袂水。这个边，阮就用抹刀将的这个点去甲扣。咱来看这个面吼，我真正有够油的呢。伊这是安怎讲会当做甲遮尔油吼？我其实吼，咱一般咧印象中有哦，阿摩头迄门羹汤敢若足大足粗的安尼，这已经袂输皮头安尼。因为这个水泥质感的土，其实土甲皮头的同款油，所以伊才有法度做甲手路遮油，而且你对边仔看，伊阁有咧光，咧涂这材质的粉光。起来油度是绝对好过普通的水泥刷。抹刀的抹的顶塔，互水泥质拍伫个这面壁顶管，过来打起了，阮再去做一寡花草，一寡纹路。这个板子叫型染板啊。觉得好看吗？要拍手啊！OK， 这叫水泥的质感，水泥质感，传统的水泥啊，抹好，涂水师傅抹好，拢是靠油漆，去甲擦掉，水泥涂水师傅拢是咧做基础，今仔日这面壁，阮涂水的物件，伊一定就是配角，阮希望伊一定是做伫个面，做伫个主角，
互大家看到讲，哦，原来水泥比才搁较水，甚至讲因看会到土水师傅的手路，啊，阮抹出来水泥花、水泥的纹路，伫个即面壁顶悬，你看会到纹路，看会到花草，看会到阮长出来的水泥的，这叫塔吞。塔吞哦，塔吞。水泥的，会当讲水泥的车厘啦。车厘啊。你看车出来即个花草，吼，伊算是一个真特色的物件。像今仔来学校，阮做这面壁，因学校拓扑的学生啊、老师看到，哦，原来拓扑毋是传统，拓扑是新的。新的，你讲做法也好，工法也好，也是迄种咱咧讲的活力、新的生命，会当互伊搁继续为头前行路，为后壁行路。我用想讲安尼，用这个角度吼，咱来甲洪师请教一下安尼。嘿。阮当然我家己能力做到的部分，我就想要，我当然是希望互大家看到讲，阮有法度甲一寡传统的工法去更改，啊更改当然嘛是需要时间去证明，吼，所以一来是阮更改土水的工法，二来是讲台下方阿方讲有讲，阮的美感，吼，啊美感，所以阮有开一个水泥的课，无咱会知影讲，水泥会当做彩色，大家拢是讲我一定是用画，吼，甚至用水彩落去捏，所以这算就是阮希望互大家看到水泥，阮更改的一个美感。啊，这会当做伫咧厝的，做伫咧任何你看会到的壁面。咱要做这个水泥画，就是爱用1+2做底。啊，咱1+2是咧创啥？是咧1+2，咱普通伫咧工地拢是大太路，啊无就是做底材的这作用。好，算讲咧烧10寸的。对，啊，今日咱是甲1+2，白色1+2，因为咱要做画面，所以我用白色做底，我去甲房仔是做粘着。所以伊是底，就是咱就先拍1+2，啊，刷落来咱若要画这个图，啊，搁爱传啥物物件？是啊，要画这个图，阮过来，因为等伊打了，阮内面搁有会交2-3种彩色的图，啊，就甲这个帮动做一个画图，所谓的像我做的安尼。这看起来哪亲像咱迄个油画吼？伊的做法就是甲油画要成。要成哟。因为开始做的时，恁就当知影讲，原来土水师傅咱土包都做的。阿洪师，你讲这个叫做啥物？伊这是，阮是用1+2。1+2。啊，用白色的，还是用本色水泥色？本色。去掺色种，色种就黄色的啊、青色的啊、蓝色的。观众朋友，敢有想要试看卖这种物件，摕咧画图到底是什么款的感觉？我带恁来试看卖，行。我敢会当？摸一刀。想要算一下。啊，你要打吗？我要全餐。全几套？来，阿洪师。我这种看到物件，工课看到工课无做，手会痒。手会痒。痒。标准莫遐严格。因为咱的帮一定是白色的，是白色的，所以咱会当用白色的涂去捏，我有色浆，会让捏做黄色的，啊了，把咱的涂板当做调色盘，然后去调你想要滴的色，对，所以你会当先用白色的伫咧遮，啊你若想要调红色，你就白色的乌一寡在遮，啊色浆再搁落去淋。
即摆就是我头拄仔用白色粉水泥粉色，咱若是要去换。哦。对，伊还袂完成哦，因为咱阁有一个面会当做立体的纹路。大家捌食过火锅无？有个人食火锅吼，是一项一项豆豆啊，加豆豆啊天安尼。啊，阮食火锅吼，较惯是讲哦，物件是来有无，就安尼全部做一摆沙沙的较紧。因为阮咧食火锅的时阵有无惊烧啊，安尼讲啥物烧惊熊，烧惊大喙啊，所以阮就做一摆安尼甲煮的料理的。这确实有当讲较早要去迄个饮料店有无？七果饮料。甲 CPR 一下，看要救。跟我们一样，像打这个板的概念，推到最薄。发现你这个粉色的这个灰泥，它等下会变成细腻。我唔捌打入来高中进，所以我今日来这间学校来甲老师交流这个，算讲阮的实务，阮咧工地做的实务经验，啊，搁甲学生仔开讲讲，阮的职业啦，是毋是因以后有兴趣，甚至讲因对于阮做土水的师傅的观感。算讲学校甲阮接来遮时，我甲阮某讲，我足欢喜的啊，因为各种毕业的阿红，阮今日来甲学校甲老师交流，甚至我希望讲因会当看到阮对做事的态度，也是讲阮真正土水师傅的技术，我希望互因看到讲，毋是电视咧播的保利达，工人就是啉保利达，我毋是安尼。当然保利达对阮学师仔遐怎来讲是一个真好的迄个过程啦，做事也是无希望来啉烧酒，豆豆即摆阮有这个机会来，有网络的平台，互大家看到土水的师傅的全部。我嘛真愿意分享讲，阮伫咧工地所做的一寡过程，甚至阮的工法。我希望讲，阮分享出来的物件是，互大家看会到，互大家看会到，甚至讲，因会去想讲，原来土水有人安尼做，开始对土水有另外一种的想法。所以嘛，真感谢今日算学校的老师啊，甲学生仔来到我算几工，嘛是真感谢阿峰，感谢大家看到土水的新的物件。煞来吼，咱即马来做伙来画一下，讲咱这个节目上重要的精神，就是你讲台语，我讲台语，阮讲台语，咱讲台语。